继续来看国际狮子会300D湾区好女狮子会，联合着相关的单位举办社区体适能检测的活动，让在地乡亲通过免钱来做体能的检查，同时嘛推广着预防失能的观念。 现场的工作人员对来检测的民众做详细说明，让民众了解家己目前身体状况有啥物需要来改善。指挥301湾区妇女师指挥来举办长辈健康把关的测试活动。 若是会使提早知影家己身体状况，真侪慢性病拢会使透过运动、食食来做改善，嘛会使互即马医疗人手无够的状况较好。办这样子的一个体适能检测，然后唤醒大家对于自己这个关于肌力、平衡力各方面的注意。 时代会使伫现场随摕到一份检查报告，有专业人员说明和解说，互民众针对报告的结果来调整日后的生活方式。 嘛，期待透过活动，除了会使互民众更加熟悉家己的身体，嘛会使来推广预防失能、预防长照的观念。